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又到停通的时间，我是自己带大家来运动，让大家有健康的明天的见面。今日大家来训练你的核心肌群、腰臀、大腿嘅肌力训练，跟拉筋。鼓励大家要有喜乐嘅心来运动，能讲适度咯，就要同多咯，能可以一同一后生，大家来运动哦。运动之前，你来做热身的动作。今日教大家行嘅明下来，用弹力带来做你的腰臀跟大腿的伸展。你明下来之后，你先将你的右脚伸起来，跟弹力带套到脚上。你行下你的踢的动作，你主要行嘅把呢，七条后背嘅肌群，一直到腰啊上，腰背骨啊上拢放喺度。你行下你踢嘅角度，你可以时啊上停下来，大口嘅呼吸。好，你慢慢的右脚向右边倒下去，左脚伸出。刚刚你的大腿有绑到紧，好，你的脚再慢慢的转到左边，一下我会感受到腰臀压上跟大腿的外侧有绑到紧的感觉。好，你再慢慢的转过来。能弯脚，相同你行喺踢的角度，帮你七条后背的一条筋跟腰臀的部分。你左脚慢慢的放下来，右脚伸出。再慢慢的转到右边，平常係有腰骨酸痛嘅人，就會適合嚟做你嘅暖身動作哦。你係安尼靜靜嘅暖身動作，大家學起來冇？第二天我教大家來做你哋高抬腿，第二天高抬腿時就壓腳，要有預備，踢高高，就盡量踢高高，你嘅腳要企穩，所以講唔鼓勵時節兩隻腳就會企得咁樣穩，唔好講冇企穩就會發來發去，就會企冇穩安尼，所以你嘅預備動作唔就會企得咁樣穩，你第二天就盡量踢一個也好，就一隻腳踢十下。一隻腳踢十下，好，你從右腳開始，來開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你穩腳哦，穩腳。相同你先企穩，企穩之後，你動作準備好嘅，你拿來踢。開始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你要準備來操慢跑喲。你企喺你瑜伽墊當高，你第二天就順着我哋嘅節奏，向下來走起來喲。開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5、
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。运动之后，我们要做缓和运动，接下来要教大家来做上椎的旋转拉筋。
吸气，双手上，吐气时节转右片。吸气，双手上，吐气转左片。一边可以比一边看绑较多一些。吸气，双手上，吐气手下。接下来会教大家用按摩球来放松，安尼的腰部跟臀部，安尼先坐下来之后，再慢慢的拧下来。安尼拧下来之后，安尼干那啲球诶，放在安尼的腰部后边。好，慢慢的拧下来，去扛一粒球诶。安尼呢，一只脚可以先伸出，去感受到这个球诶，去压我们腰部的肌群。安尼一个地方控3到5秒就好诶。好，安尼一下再加以放到臀部的肌群，慢慢的下去扛。伊个扛在臀部的肌群时间，安尼的脚可以安尼打开来，用压力的力量可以扛得较多一些。好，慢慢的鼓来。安尼将球会放到另外一片，好，左脚慢慢的伸出，安尼用身体的力量去慢慢的控球的。好，再放在臀部的肌群。慢慢的去扛，好，你慢慢的放起来。头头教的运动，大家有学起来冇？第二天要停线上来做新的动作。接下来，我会用你的弹力带来用俺的脚方，用俺的训练俺的抬腿。相同俺的弹力带的 V 唔总得介总一踢高，嘛冇总一踢下。俺的第二天，就右脚从右边踢，好，右边从右边踢，过来时间唔好下起来，下起来你的带就跌下来嘅。虽然你第二天过来时间，过来一些些，容易可以撑住就好诶。你向右边就会一些些就好，一些些就好。好，你右边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好，你过来用左边，好，开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你将带拿起来。好，你开始来做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
2、2、3、2、4、2、5、2、6、2、7、2、8、2、9、3、10、3、1、3、2、3、3、3、4、3、5、3、6、3、7、3、8、3、9、4、10、4、1、4、2、4、3、4、4、4、5、4、6、4、7、4、8、4、9、5、10、5、1、5、2、5、3、5、4、5、5、5、6、5、7、5、8、5、9、6、10、6、1、6、2、6、3、6、4、6、5、6、6、6、7、6、8、6、9、7、10、7、1、7、2、7、3、7、4、7、5、7、6、7、7、7、8、7、9、8、10、8、1、8、2、8、3、8、4、8、5、8、6、8、7、8、8、8、9、9、10、9、1、9、2、9、3、9、4、9、5、9、6、9、7、9、8、9、9、10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。运动之後，我哋要做混合運動，接下來要教大家來做胸椎嘅旋轉拉筋。吸氣，雙手上，吐氣時節轉右片。吸氣，雙手上，吐氣轉左片。
一边可以比一边较放较多一些。吸气，双手上，吐气，手下。接下来会教大家用按摩球来放松安尼的腰部跟臀部，安尼先坐下来之后，再慢慢的抿下来。安尼抿下来之后，安尼干那个球诶，放在安尼的腰部后背。好，慢慢的抿下来，去扛一粒球诶。安尼呢，一只脚可以先伸出，去感受到这个球诶去压我们腰部的肌群。安尼一个地方空3到5秒就好诶。好，安尼一下再加以放到臀部的肌群，慢慢的下去扛。伫个扛咧臀部的肌群时间，安尼咧脚可以安尼打开来，用压力的力量可以扛得较多一些。好，慢慢的过来。安尼将球会放到另外一边，好，左脚慢慢的伸出，安尼用身体的力量去慢慢的控球的。好，再放在臀部的肌群。慢慢的去扛，好，可能慢慢的放起来。今天的课程大家有学习了吗？鼓励大家每日不管行的10分钟，也是20分钟，安尼弄来运动，安尼常常讲，安尼宁愿是瑜伽垫当个运动来流汗，莫是一样放的平常当个流沫子，安尼还有喜乐的心来运动，听通，安尼下次见。